昨跨年活动嘛发生几件意外。台中市政府伫中央公园放烟火刷道火，有一个查某囡仔烧烫伤。伫屏东的垦丁有民众放烟火，花珠去喷到过路人，有民众因为放烟火冤家相骂，拢互送到警察局。金门县政府的无人机表演有一点落差，互民众是真失望。 看你烟火升空，马上有火车喷落来地面，民众是摸头乌白走。台中市政府伫咧中央公园举办跨年活动，元旦半暝放烟火发生意外，火车造成一名6岁女童烧烫伤。公园附近的空地也出现火警，现场民众是摕手机甲乱上翕落来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，会负责伤者的医药费，而且厘清烟火出问题的原因。是因为天然的关系、风向的关系，还是因为厂商他在施作的技术上有问题？我们会调查清楚。那如果说厂商有责任的话，我们也会予以追究。 屏东垦丁大街看年暝也无平静，有民众放烟火无细力喷到路人，也搁有伫咧大围正前放烟火，引起了口角相拍。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现场，将涉案的4个人以伤害、毁损、妨害秩序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函请接获报案后，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到场，将在场犯嫌全部带返侦办。警询后，依伤害、毁损、 妨害秩序等罪嫌，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深恒超的 logo。金门跨年晚会也发生真侪插曲，除了表演节目提早结束，20点的时刻还差30分钟。上落尾的无人机表演，也疑似因为警方无法度飞到预定的关度，致使图案纹理哩哩啦啦。它的规模有点小，而且它空拍机摆出来那种不是说很明显的。 就是图形看不出，图形看不出来是什么。另外，当地市级单位也不时传出跳电的问题，让民众真失望。各地跨年活动问题多，也让地方政府无应应变。公司新闻记者综合报道。